欢迎乡亲继续收看《华视台语新闻杂志》。相信有真侪50年生、60年生、甲70年生的朋友，对翁仔册家敖幼祥、吴幼祥一定是无生分。外号大师兄吴幼祥是台湾连载世界翁仔册开拓者。为1980年开始，伊伫报纸连续来刊登着超级狗皮皮，甲代表作吴良燕，伫台湾拢来带动着翁仔册热潮。最近这几年来，这位翁仔册家转变做教育的推动者，去带离花莲来启动着偏乡教学的计划。64岁吴幼祥总是驶着一台破旧的小巴士，闯入伫台湾的后山，教囡仔来画翁仔册。咱就做伙来看这位大师兄的第二人生。现在的梦想唯一没有实现的就是做动画电影。我来花莲等于是再生吧，因为那时候在台北很烦躁。过到要日头，吴幼祥伫整理引导的农场，创作的手为牙画笔，改牙这的农具，伊正熟手，讲到这石头，应该是专业。因为我们以前这个地以前是农田，你看还蛮肥的。白朴的3分头，188公分悬的体格，讲到吴幼祥，你可能有淡薄仔青分。严过来讲到世界翁仔图、超级狗皮皮、甲吴良燕等等经典作品，你一定想会起来。64岁漫画家吴幼祥远离繁华台北城，即马住伫花莲，悠悠伫山水之间。其实我来花莲之前，就有那么2、3年时间，我是觉得我在应付了，因为超出我的工作能量了。我养了一堆助手，然后助手又做不好，我还去收尾巴，反正生意越来越好，然后我就越来越不快乐，然后家庭生活也没有了。我来花莲等于是再生吧，因为那时候在台北很烦躁。细汉时都爱黑白画、黑白创作。吴幼祥读复兴美工的时，伫漫画制作公司做动画练习生，后来佫替日本的动画做代工，才靠家己学习的辛苦岁月，拢是累积养分，为大生命启蒙的开始。那我进步最快的时候是在帮日本人做加工，就日本那种机器人打仗啊，日本不画了，拿来台湾加工，那我们就。一方面也是为了赚钱吧，一方面也是想学技术。那段时间很拼，然后也把眼睛给画坏了。我大概是60岁开刀的，就之前是1700到1300。哇，这很夸张哎！夸张，以前没有眼镜，几乎是个残障人士。唔愿干那做翁仔图代工，伊起心动念要去家己画翁仔图。1980年，《民生报》来找伊，吴幼祥以囡仔时代饲的土狗仔做原型，画出头一只台湾翁仔册狗主角超级狗皮皮。因为那时候有一个戒严时期有一个审查制度啊，也扼杀了很多原创，因为大家都不敢画，出版社也不敢出，怕被请去喝茶。那我也很幸运，我是台湾第一个在报纸上做漫画发表。伫报金的年代一时成名。1983年27岁，吴幼祥接受邀请，伫中国时报连载《世界翁仔图》日常武侠书道剧吴良燕。画是宋朝一座庙寺中有2位师傅甲2位徒弟，拿学武，拿挑战江湖的趣味代志。看你演得那么投入，我要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哎，多谢导演。这一次你扮演桃花的表哥，哇哈哈哈！青梅竹马的表哥，哇，我演桃花的表哥。他在半夜爬上了桃花的房顶，想要表达桃花的爱。然后呢？要进入桃花的闺房吗？然后
他就失如摔石了。哇，我恨这个编剧。乌龙院红了，然后出版赚钱了，然后被重视了，然后其他的报纸也投入啊，其他出版社也开始注重这一块了。因为有了商业的操作，就更多的漫画家就被找出来了。我觉得是这样子，慢慢这样叠上来的，它不是一天就爆开的。吴友祥做红仔图的创作已经有40年啊，发行176册红仔册，其中乌龙院出版中国、香港、越南等等的版本，在全世界发行卖超过1亿2千万本，并且做成电影红仔，会使看出伊受欢迎程度。我的书是卖的特别好，你知道哪里吗？越南，所有的作品都变越南，这是越南文。越南文。对，因为它印的不会输给台湾呢，你看，超精细的。热情讲义气的吴友祥，就敢若伊所画乌龙院内面的大师兄同款，伫漫画界有大师兄的外号。当年宝金解读，台湾的漫画产业一直发展。不过香港的红仔册、日本的红仔册嘛，慢慢在流行，台湾的创作家受到危险。铺天盖地的来台湾，就把我们这个好不容易出来的幼苗又给掩盖下去了，因为我们真的是力量太小了。所以呢，我们一定要支持我们台湾的原创，不管是漫画、艺术、电影，我觉得要我们自己来支持。24岁就出名，不过压力嘛随之而来。经过失婚危机、失志的人生，吴友祥逃离台北，等于到画图的初心。伫东台湾的日子，伊同款无通用。1年前，佮由上甲县政府合作，伫花莲车头前的公园打造乌龙院主题公共装置，并且设真侪件红仔，结合在地特性。那我们又结合了这个花莲的一些特产，那个花莲最出名的大西瓜，花莲的麻糬，花莲偏喜啊。将作品实体化，互更较侪人看到。吴友祥要有一个创作基地。洪生，快点啦！这个来不及了，赶快做，来，我讨论一下。好。现在这个花木兰这一卡，把那个就是那个漫画式火花有没有？漫画式火花，然后就把那个棒子呢拿起来。脱离传统，大国跨世代科技迷众，这3年来，吴友祥甲伊的团队克服困难，陆续完成52集的成语动画。是塑带不减量，永远是个环保灾难哦。是啊，麻烦大家帮忙减用塑胶袋吧。毛做6支环保回收联名作品。小坦克英雄怒血，壮志饥餐葫芦喽。真心配音录伫手机下来，提供予后期配音员参考。吴友祥计划制作10集的全新乌龙院的故事，估计伫2020年会完成。这个录音等于是决定了这个片子它的长短跟它的丰富度。所以动画片，要比漫画复杂很多，然后也这个人力、物力、财力、时间，都加倍很多东西。吴友祥对东海岸的土地有真深的感情。2018年起，移师漫画小巴士，启动偏乡教育计划，陪囡仔画红仔图、学成语。伊去过37间小学，走超过4000公里。最远我们去了绿岛，我们就把车开上船，到了绿岛。现在回想起来，这样子的一种行动教学，也是我觉得也是对自己的一种考验吧。比如说鹤立鸡群，然后老师就会画一只鹤，然后下面就很多小鸡。其实老师其他表情不笑的时候，其实蛮恐怖的。可是那个可是知道他其实心里很软，然后也很亲切，也很喜欢跟小朋友一起玩，
所以其实那时候其实看老师是快乐。这几年大师兄为红豆画家水墨画，嘛为纸本转战影音，也无对着新的少年创作者又提出建议。做了职业之后，我觉得都是两回情境吧。你会排斥社会的批评，还是对于为什么我的漫画卖不好？现在的梦想唯一没有实现的就是做动画电影。人生顶半场，吴有祥勉励自学，骑上巅峰；也无下半场，伊蜕变成为教育的推动者，提拔后辈，并且伫花莲创作出一个过一个趣味的画面。无论伫倒一个舞台，什么款的场所，伊的初心甲当初，总有法度保留伫个笔尖纸上。这就是一生热爱红豆的吴有祥。